后来乡亲那边在防疫的警戒，就要来降级。云林的仑背乡真有名的灵鱼游乐园，嘛已经准备好降级的防疫。伫餐厅用餐，菜门会做，嘛期待伫社会大众的努力之下，慢慢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。民众和牛做伙翕相，这是仑背乡有名的游乐园，因为疫情较会加上中央宣布疫情警戒会降级，园区的人嘛有增加。不过对降级的看法，民众的反应拢无同。很开心啊，对，所以可以出来放风一下。你想那个冷气那个通风，还是一样更恐怖。我趁现在赶快出来，2级反而不敢。明仔开始，全台的防疫警戒会降到2级，考虑到未来观光的人会增加，游乐园嘛开始准备相关的防疫措施。除了维持出入口的管制，还有实联制。伫餐厅食饭嘛是梅花座。内容方面，我们一样用隔板，然后用梅花座，然后桌与桌的距离大概都在2公尺以上。所以整个空间本来可以坐100人，我们大概只坐28人。头家讲真期待降级，不过嘛惊控制无好，疫情阁变严重，心情真期待嘛惊受伤害，所以明仔开始就要降级。不过出外要是爱甲嘴暗挂好，配合各地防疫措施，期待伫大家共同打拼，会使豆豆恢复正常的生活。